来关心天气，即阵大陆冷气团甲北台湾是吹甲冷叽叽。今仔透早马祖温度上低，干那8.3度，新北的石碇是9.5度，全台湾日暗会愈寒，而且明仔载拜一落雨范围会变大。虽然拜二温度会小可回升，不过拜四东北季风变强，温度会搁降落来。 佛罗里达大岛郡的海面下，亚旦老人正甲伊的水鱼唱水造手，伫个山路岛中间游来游去，庆祝佳节来到。8岁亚旦老人是用小船来代替，为亚马逊部落的囡仔来送温暖。镜头搁转到中国内蒙古，归路树木是穿着特别做的个蓬西衫，互今日寒冬显得特别温暖。 因为冬天的话其实是比较冷色调的，然后我们就想了用一些多巴胺的这种彩色的毛衣，为我们的冬日带来一些暖意。 国内相关受到冷气团发威的影响，气象署早起对着新北、新竹、苗栗、宜兰发布低温的特报，有出现10度以下低温的可能性。透早全台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8.3度，平地上低温伫新北石碇9.5度，北部甲东北部大约是12到13度，其他所在早暗也偏冷。今天冷空气的强度是最强，不过呢，就是明天因为水汽比较多，也就是在南方云系北移的关系，所以云多下雨，所以除了北部温度会略微的回升，那中南部及东部地区温度甚至还会下降。天气冷叽叽，大陆冷气团报道，全台是愈暗愈寒，爱注意二三水汽增加，落雨范围也较大，感受较湿寒。到时阵三星公树以上的悬山、树枝的结霜也是有落雪机会。日时小可回暖，气温慢慢回升。不过刷来，元旦节过了后，离那个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，温度会搁再下降，这方面落雨增加，有个影响到礼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